我而家人喺荃灣，今日食我嘅第一餐，去咗一間越南餐廳，太肚餓頂唔順，啱整完少少嘢，個菜餅嚟埋，咁呢個套餐係有個牛肉檬粉啦，有個菜餅加杯熱飲啦嚇，因為我傷風就唔飲凍嘢，咁大家可以望下個菜餅啊，其實都炸得幾靚，好似我成日喺元朗國記食嗰啲咩油錢。咁唔講住啦，我要開動，因為我咧真係非常之肚餓。咁我希望未來有啲時間可以，即係如果有人幫我手拍嘢，即係如果有多一對手嘅話，就可以影耐啲咯。因為我都好難一路揸住個電話一路拍嘢咁樣。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多啲落嚟荃灣食嘢，因為呢度係好多商場連埋一齊。就好多好嘢食嘅荃灣，即係我平時一放假得閒，我都會落嚟荃灣食嘢啊、行街啊咁樣。咁呢間嘢喺邊咧？呢度係呢度係咪荃灣？係呢度老人痴呆。呢個係荃灣廣場3樓嘅唯一一間越南餐廳，自己上網 check 啦個名，咁唔幫人哋賣廣告啦，拜拜。